一代女足最強前鋒韓美亞。國際足協喺1990年代開始推動女子足球發展，美國喺當時已經係世界最頂尖嘅球隊，因此當年嘅名將直到今日仍然被球迷所稱許。曾經係國際賽史上入球最多嘅球員，韓美亞當然係其中之一。韓美亞曾經喺國際賽射入158球，係男女子國際賽入球最多嘅球員，直到2013年先被後輩雲巴茲超越。不過原來韓美亞生嚟就係內翻足，喺孩童嘅時候仲要着上矯正鞋先可以步行。由於家人熱衷參與運動，所以韓美亞喺5歲嘅時候就加入足球隊，從此踏上傳奇前鋒之路。由於球技太過出眾，所以佢喺15歲嘅時候就入選咗美國女子隊，成為美國女子隊史上最年輕嘅上陣球員。4年後，佢代表美國出戰首屆女子世界盃決賽周，當年佢只有19歲，係隊內最年輕球員。結果佢喺分組賽入咗2球，協助美國奪得冠軍。後嚟喺1996年奧運協助美國奪得女足項目金牌，亦都係美國喺1999年世界盃再奪冠軍嘅功臣。到咗2000年代，仍然係美國女子隊嘅主力前鋒。喺2004年7月21號，更喺澳洲身上取得第158個國際賽入球，從而成為紀錄保持者。同年更再次為美國奪得女足奧運金牌，並成為美國奧運隊嘅閉幕典禮持旗手。踢完2004年奧運之後，決定同當時仲為美國征戰嘅其餘4名1991年首屆世界盃冠軍隊成員一齊退役。佢哋先喺下半年到訪美國各地，參與10場告別之旅比賽之後，先正式退役。當時佢只係32歲。雖然韓美亞唔再係足球員，不過亦都冇離開足壇。由於佢喺女足建立咗傳奇球星地位，所以喺退役嘅工作更多涉及男足世界。佢成為巴塞隆拿球會大使，並喺2012年獲得美國足協委任為評審，負責協助尋找國家隊主帥嘅替代人選。到咗2014年，更成為美職聯球隊洛杉磯 FC 嘅其中一位老闆。同年仍獲得意甲球隊羅馬委任為董事會成員，影響力超越球員時代。